错风若是卖的眼睛，伊建议留去条街。天天加油不去铁架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。上帝的几行茶，最暖满意。脱下披衫的西来爱去奈比，迄昨晚风势高涨海黑伊，敢拥有了爱情。红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飘逸落落。用下等等桥等走伊，咱的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不同的路，伊群西学生现现行远书，摕展牌下看无阳光的伊，爱依旧的电台。嘿，我爱一杯银色你，我走上不你，让我思念色流满心，转眼不擦眼你，不用爱心事，告诉娘母子，用最自然的方式。慧玉，阿远、阿叔啊都被人抓走了，还给我刑庆马粉哦。哎呦，那会按到记者在访问，当然要大班都讲讲啊。较紧的啦。哎，水莹啊，你看人家亚亮骗你木面膜，迄咩木恐狗啊？你咋管的啦？讲话叫做糖不是？向右转，转那样。右转呐，太多了。很好。报告学长，集合完毕。很好，交给你了。是的，学长。装备检查。开始。我不知道一个人穿上猩猩装之后，智商也变得跟猩猩一样。谢谢夸奖。检查完毕。阵容很坚强嘛。在哪里啊？女人，各位记者先生，大家好，我是这个度假村的公关经理，我叫 Jessica。This is my name card。相信大家都有看到我们坚强的队伍，所以你们应该也准备好要跟我们一起上山搜捕野人，救我们的村民回来了吧？好啊，我们先看这照片吧。哦，照片是吗？你们在做什么？就找机会上头条啊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只要你们上山被野人吃掉，剩下一堆野人吃不下的衣服，这样子我保证可以上社会版的头条。无趣、能干、性无能。你们拍什么拍？他们刚刚讲都是乱讲的，给我删掉，照片给我删掉。正题报道啊！哎呀，我可以协助你啊！你知道啊，这个阿元呐，他其实是我们村里很活跃的一个人物。对，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被各位关心阿元的朋友们，等一下我们要去打扰山林，等一下我们要去拜访大自然，希望野人朋友
开大门，好好的招待我们。报告完毕。谢谢学长，谢谢各位的参与。总指挥现在宣布，搜索行动开始，2人一组，开始报数。3、2、1。哑巴嘞？鸟爸，你还跑一头一次啊？我给跑一起来吧。阿天，你可以当我的2吗？春梅今天没有来。2。你看，配对成功了，不用找我。我只是没跟他配对而已，你们是惊讶干嘛？阿天，爸。阿元叔。你听到啦，俺条东想呢。哎呦，二十三啊！我今日去部落里度请朋友聊天天啊，你看，人跟我看的，看到讲冇，咋冇？请问一下，他是？他就是疑似被野人抓走的村民啦。我某年，那是所以你们想。阿燕呐，咩228的事情啊，最近冇客人講啊，係只清落回事呢。哎呦，撞來就好咩？係咪冇拆上嘢？哎呦，冇見啊，撞來咩？好啦，走啦，冇時間到。你冇喊哈？一毛一元。我唔講係裝嚟2毛啦。我衝啊！我衝啊！你睇啦，你係公平嘅。搜索任务圆满成功，吴经理解散。哪路底下冇事情？好得转来哦，大家都懂事哦。根本是色条啊，不是钱，不是钱，不是钱，真的都讲了。老你跟梅运哦，都色呛呛。老个垃圾东西啊，谁抢来了哈？那又问个霉运垃圾东西啊？我抢去请老朋友添咩？老朋友，继续玩就这样转来。哟，这个大头目啊，我东西看得好啊，佢看到有就讲赞，一欢喜，天天都盼个丰年祭，山中又是亲切亲到，小米酒啊，因哥哥，普通缘分起身啊，一甩去就2、3米了呀。哟，天妈唔会打。嘿呀，原来兄啊大天发，佢今晚啊踢左转，要上来呢，系冇？爱看啊，酒啉到地地啦，唔记得好转的。安样发哈，门关起来讲住哦，哈，冇饭啊，唔可以谈到。那有田抽。有咪应该好啊。来，阿元阿叔啊，拜托一下。哦，不错。哎呦，按摩啊？哎，那边唔值钱哈，哈，龙记唔值钱哦。不是钱。哟，你很气呢，我今日太阳用对俺好。你危险呐，历劫归来啊，应该就是很死呀嘞。啊？我以为你死了。我别乱搞。那你有遇到野人吗？野人啊？野人是冇啦。俺嗰個部落地度當到個死人嘅冇咗神冇咗符啊，看到河巴就咚，冇下去抽水啊，睇到個書飯講，砸狗子啊，那有乜嘢？哦，牙包智商哦，有个牙你们谁有事的？哪？豆豆哎啊，豆豆哎。哦，原來係啊，夢想轉木卡難命人啦，因為有木卡人接轉去咧，冇乜事情啦。好的啊，佢轉來，冇，佢就變啞人咯。哎呦，又係補習班嘅啊，實在係唔見見識。
吉祥物的用意是要提醒大家关切煞费问题，关怀失踪老人，爱护动物。有噶，莫讲野味啦，又冇野你。这是卡，不用遐口用一滴嘞，有一就有你，难保证天哥唔会出现野人。哎，天会发生嘛事情，把你们唔敌。 冇听错吼，海带养人出现吼，条家还你冇办法老死配合啦。来条家呢，讲啲麻烦。啊，冇彩啊！喊同din啊所有嘅亲戚朋友哦，去看新闻，结果哪间都冇看到。Jessica，我做得到你时间拖添哦，真嘅弄错风呢。 我就帮你在买个绒啊、老虎的啊、买个薄薄的，咩好啊？什么？还要伫动厝啊？系啊。佮唔讲吼，出1、2、3天的，俺爷爸也喺我条家就讲经费不足啊。阿爸。哦哟，安出。哎，冇贴本啊。都是吼，给流量吼，嘿嘿快点哦！你是魔术的混蛋吗？哎，安出，去。哦，还出哦。 哎呦！哦，行的安出。哎，民峰。方文小姐，方文小姐，那个，昨天我爸，昨天你妈，昨天我妈，对不起，我不太会讲话。总之，很高兴你爸可以回来，这样子以后我们就可以进戏院里面。 一起看电影。那明天我下班之后一起去看电影吧。阿天啊，你真的很不会讲话呢。对啊，我刚刚说了，我很不会讲话。哦，你刚刚这样讲，方圆以为你要约他去看电影啦。啊，可是我刚刚的意思是说，阿元说回来了。 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起进戏院里面看电影。我知道啊，可是他不知道，你赶快去跟人家解释清楚啦。哦，阿兰姐，你要我教你怎么说吗？不是，我觉得还是不要讲清楚好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明天也想看电影。 你要拍到什么吗？没有，不知道拍到什么。怎么办？这样子回去被总被骂死哎，以为我们偷懒呢。不然，我们随便找个路人来采访，做一个深度旅游专题好了。哎，小姐，请问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个萨这个小镇吗？你们要采访哦？对呀。比如说这里有什么东西好吃的，有什么风景漂亮的？我想一下哦。我可以帮你们介绍。前面是阿兰姨的小吃店，她的客家小炒跟咸猪肉都很好吃哦。还有这边，这里是香妹姨跟阿水叔的美容院，他们这一家人都很热闹，而且很有趣。那边还有一间民宿，晚上可以看夜景。俩较便宜。冇啦，呀，较便宜。哦。奇怪。新买的热油，这有卖鸡啊？有干哦，压啦。哎呦，多恰！哎，电影哈，
唔用滴，我唔记得了。嘿啊，哦，迄亲吻吼，我亲娘错啦。你用无老爱送去阿贵家啊？哈？人家做嘛个？看报纸。他有养波子，在捡折价券呢。行个，数起来。等下啦 ，Q 咪，嘿娘，俩系上夫的新闻呢，有小乐上哦。嘛个新闻啊？含迄嘛个野人乱讲嘅啦。嘿啊，讲到要，劲上都劲欠啦。个阿元说哦，出差哦，现在咩唔讲一下？迄阿天呐，无怕讲，某某改啊，打开讲吼，大家去心讲讲讲。啊？就是阿天啊乱讲话，然后害大家心里都很害怕这样子。我爱用笑，啊，今日无看到阿燕哦，也唔会用的啊。阿甜哦，有认真就好个啊。讲到个Jessica，做咩嘿啊？哦，太搞，都惊到要死啦！佢行得緊咩嘅有嘅冇嘅啦。有，我啥唔記得，我提個馬人呢。面拍色嘛，你色多嘛。Hello, this is 贵客民宿 ，This is Peter. Yeah. 哦，讲中文啊。好。你们几个人啊？2个人啊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剩4人房没关系啊。好，那留一下你的姓名好了。对，1个人就可以了。好。好，谢谢你。See you next time. Goodbye. 会嘛会啊，蛮有名的好无？迄个 Jessica，是不是叫人搞？可能哦，就是卡啦。你讲法按难听啊？对嘛，做到迄个批乱事，做唔得迄个就是卡的嘛。Peter。Jessica， 叶凤妹妹啦，欢迎她啦。妹妹？哪有可能啊？哪有冇可能？你阿婆个汉妃有拍卖翻通下？冇。也系讲有冇个后娘人结婚？冇哦，啊。名都蛮人吼。冇。你阿婆个冇啦。我同你讲，头摆啊吼，在你动态间的公司上班的时间，就因为我上到太强诶。结果，同事就看到诶，有我的名的哦，迄天30在咧披茶抢太假色的。唔确定，不过几篇迄讲听披萨，安尼点都喊他输粉样啊，因为唔好呢。屁乱事！你说来糖油啊莫，有我的名的迄天披萨，迄我会出钱呢。不过啊。迄个无法通，又无做埋，检房又会天冷啊！我弟，去了解，鸡鸡个手拿出来，鸡鸡呀！听说啊，迄鸡鸡个话题凑成回响。杰西卡姐姐，你昨天冇去做嘛？做唔得咯，皮老师，做。好啦。爱做那些恶事么？我爱做嘛呀，皮老师。
10点的啦，快点的啦！等一下啦，我在看完仙草妹老男模的新闻啦。哎，你看，还有哪鸡耶？哦，我不爱看亚个啦，那个仙草妹，我做啥用的呀？我妹某行用的新闻啊，就整期啊，还有想做宅男女神，哪个不需要挤乳沟？然后宅男看了才会皮翁的阴险。哦，我妹吃到无聊，神气款款的。姐，快点的啦！好啦好啦。做嘛啊？做嘛拍啥？姐，还没开运送新闻嘞？冇啊。你中了到了。姐，用的啦！我中乐透哦！哎，我冇买彩券啊！哎呦，很懂你哦。快来呀！她不是猪猪妹啊？哎，社长，他是欧巴桑。哎，什么欧巴桑啊？我从小到大人家都叫我妹呢。什么妹啊？刚才删掉，刚才删掉。你们来这边干什么的？我刚刚问过的啦，他们说他们是台湾第一大宅男外拍正妹的社团，简称是台大正妹社。哦。既然猪猪妹没有来，那就拍一下纯情浪漫的美女洗头妹哦。洗头妹，不是猪猪妹啊？搞错了，社长，那做人怎么办？删掉，全部删掉，删掉，是，快，快，刚才是哪个在那边喊什么猪叔妹的啊？是不是你？哎，是我。是啊。哎，是还有我，是我，人很多啊，有种就跟我讲道理嘛。你们又不住在这里，你们拍什么拍啊？你就会摸黑底呀，怎会来翕相啊？哦，唔管啦，反正吼唔丢，你们不准拍小乐啊！小乐，小乐，小乐，娘啊，人家种哈咩底的啊？一丁，行爱開模啊？俺唔知啦，我真唔會做我嘅吉魯哥豬豬妹啦。吉魯哥哦，還空拍一男吧？姐，哎呦，好啦好啦，講笑的呢，我叫啦，好啦。为什么聚集在这里？嘿阿甜呢？嘿，阿甜唔係叫人壓條誒。哎，阿天，你来的正好，快点！这边有一堆可疑的人物埋伏在这边，他们想要偷拍小乐。你们聚在这里做什么？没有，我们只是拍照而已啊。拍照。不是机械抗议酒。哦。哎，好什么好？阿天，你回来了！这些人没有经过小乐的同意就拍他，哎，我知道了，你把他们赶走。你不是说他们只是想拍小乐而已？是啊。对啊。哎，他们没有经过小乐的同意耶！小乐明明就是我的，你你把他们都逮捕起来啦！不好意思，文斌，你过来一下。啊？
但是他们没有犯法，我无权逮捕他们。怎么会没有犯法？他们一定侵犯了那个脸的什么权啊？哎呦，你说的是肖像权。错。不过一般来说呢，因为没有伤害到那个被拍照者，所以都不构成什么问题。怎么会没有伤害到被拍照者？他们没有经过小乐同意，万一小乐心理受伤怎么办？那边那个高个，就是你，来看，过来一下。小乐有同意你们拍照吗？哼，好好回答啊！哎，小乐，小乐出来了！我等一下要做生意，你们拍完就赶快走。好。哎呀。朱淑美，我们答应你们，我们拍完就走了。对，拍，好不好？来，把 pose 一下哦。后面拉开一下好不好？后面的抢镜头拍好不好？老板娘，来等一下哦。我待在这里有点尴尬，我可以先离开吗？好，你赶快回去休息，交给我。谢谢老板娘。来，打 pose 一下，来，下一个。拍完照就要离开哦。好。后面的让开，后面的。小乐，动作再大一点。很好。对，这边拍完了，我们等一下，到那边场景再拍一张嘛。好。他们 PO 上网的速度还真紧动强呢。嘿啊，小乐，你当好宽松呢。那就是吼，迄无搭过引翕咧。冇本演戏，你就讲等嘞，用了这省离啊。对啊，害我跟我妹啊，还挣扎了好久，最后只好让她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了。小乐，委屈你喽。唔会啦，事情搞出来就算嘞，我也唔会天气就计较啦。帅哥，演我。哎呀，来看小乐演啦，比看天也行得大，做定来个就出门票，冇错。妈，你要做这个很容易发啦。小乐本一样的迄个动物送快的呢，你行上创亚钱，都冇良心呢。哎，水莹啊，你要想要读跳了无啊？无啊。有啦。拜拜啊，拜拜。拜拜，天天啊。姐，好啦，把梦听出去讲笑啦。冇，我冇讲笑哦，我讲真的，我就事论事啊。再个讲，我冇真的来给他输钱，係嘛？那他假扮你父母菜熟。那就是无法好讲的哈。唔係，佢廿把做成年木水上的船啊，係嘛？哪有做茶？那有你爱用的阿爸啊，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女儿身上，吼，还收门票嘞。反正我唔知影讲啦，我是想天天的，伊冇正经做，係嘛？伊再個講，我離幾多年，係咪輪？那你的其他人还不会过来？网络上都还有人在报名哎。哎呦，网络，哎呦，真的按懂你了。爸。就恨你啦，小乐。冇人聽咩？我真的做唔錯啊！我中意你阿爸真的是派啊！用該喏，我知道你優秀啊，
我想哦，亚搭要厝听爱，拍手只有上一条路的。上一条路。呀？做个。我咪唔听爱人，我已经买妹阿爸咧。跟我安尼想，爱要无白兔啊。不过爱是迟到啊吼，也唔但且唔免买妹的，点都功德一千呢。啊？功德一千哦？呀，唔看哦，你阿老爷伯啊，本是小偷的保子好咩？佮就想的安多佮宅男安多注意去，做得有几多年来也唔知哦。佮迄讲宅男哦吼，真系想要打走就扑倒去，前一安抚咧就要乞讨一个民宿 ，right？佮迄讲扑扑啊，就要赌皮，就要落去个3天来个点的识赌时啊。对啊。迄么，佮迄讲，其真其想要落阿老进一步的接触，感觉选一天魔烟。我叫人我settle一下，当做你请小了系吗？你用讲，我用因来因知道，我哪一次做得买妹啊？哎呦，哪有这样意思啦？我迄讲啊，佮小乐按数到宅男嘅分样，做得同人天帮嘅办用促进一下，大家嘅生意，咪做得咩都较好啊？呀，唔系太公地系嘛个？故说我去输门票，也算咧老小乐添友好嘅把错冇。哦。啊，跳上啊！冇见啊！唔系人嘅，要忙啦。唔过，看今晚一家跳上，以后笑诶。我意思讲，你有飞机啊？啊，我讲，反正也得。高含水啊，有英文名，较有思想啊，赢得要成功啊。无啦，其实咯，我要对我所拍嘅 Project Number 35好嘅动作呢。拍乜嘅啊？唔知啲啦。就係啊，跟無錯嘅時節啦，但係哦，佢留個記者講，一個總頭地度有人對野人作照嘅。啊？哦。故說，迄有愛，我咪就打廣告哦。我搶走亞件事情聽啊，我係想到哦，行那多做啲本阿樂有效嘅方法。行開太公德。You got it。哎呦！跟你做啲講買100就喺條上不給他可能100，200。用對眼好啦，你愛好試下嘅。現在啊，也等眼假設啦，貴吼百姓係因為心情無好就無過開設啦，所以我一米下來哦。嘿，阿公，講100。沒事，吃啦。嘿，不過我下主頭是一堆人單呢，古時還唔會妒忌啦，什麼啦？現在講啊，2禮拜有真多宅男報名要來拍你哦，現係咪停車跳鬧揪起來啊？就係啊，哦，冇咁講嘅啦，我跳鬧很痛哦。其實家己愛市區的師傅啊，有讓真多宅男甲很嫌呢。拍你哦？拍你。哦，係啊，我喺鏡頭面前哦，就笑唔出來，氣頭唔起啦。冇，2禮拜我代替你給宅男拍啊，何姐。哎呦，剛做的。做的啦。我跟你講哦，我很會自拍，像手機那個5連拍啊，你看，1、2、3、4、5，有沒有很厲害？哦。然後像那個4、5連拍啊，4、5連拍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助人為快樂之本，杭州太陽飯有。不是我。我们知道，我们都知道。
组长。讲物解啊，我还爱问阿英呢？啊，伊要老小乐天数一下组长呢。天数，哎，你们这些，你们这些人也太夸张了吧！上礼拜不是说拍完就走吗？说话不算话。所以我们这个礼拜还是拍完就会走啦。对呀，就走了。这些人啊，烂人，没有信用，你们。好的啦，现都无啥，记得免唔会走。唔系啦，记得太过分嘞，记得吼，屁都按到相片就算了啦，记得本来嘅档案吼还打唔开。啊？哎呀，也唔系冲掉啦，也留年哦，硬唔信啦，冲掉嘿，硬死，也做唔得本小乐唔放弃。哦。来，小乐，危险！小乐，危险！小乐。主人，欢迎回来。他不是猪猪妹啊？对啊，洗头妹。哎，社长，我们搞错了。哎，我们要猪猪妹啦！猪猪妹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有请完妹啊？啊？你说什么？哦，谁要找我的女儿啊？小乐啊？啊，请跟我来哈！那边走。来，小乐在那边等你们了。来，小心小黑会咬人啊！这边。等我一下。我也可以拍呀，主人，快点回来啦！搞清楚，万你是你的主人。是的，主人，我回来了。所以赚你啦。东西拿出来。什么东西？莫劳动俺唔抵呀，拿出来。抵。为了小乐合约，我也从胯下之辱。你在这里。安念说，你有按狗呢？哎，怎么样？特别中意嘛？哇，真给马盖都有。安念说，连面子都有哦。对呀。几多钱？100。按贵呢？贵，太贵。哎，唔讲呀，你还眼讲眼呢？耶，天天都好你慢捞的哈，给面子拿出来哈。嘿，就像小乐拿的面子用哎，让你出啦出的，米呀米耶，你想看啦？没东西啊。哎。重新买一台嘞！好对哦，还有一包面子。嘿，蛮付钱的。啊？哦，好了，100，来100。哎，一张100。啊？按贵哦？贵哦？哎，小乐面子还有啊？不，好了。
谈到呀？哦，200。啊？我就300個。哦，哎，過來啦。安尼做。我給相片啊？1000。安尼做。哎，小乐绝版限量版，还有相片哈。我老眼夫了。按子谁？小乐，谢谢。本头睇，蛮凶的皮。这个镜头有10P 压力啦。啊，这件唔上引起做哑巴呢。水闹唔系嘛该啊，就出卖来裸照。你用唔得啦，你那是迄个啊，健康啊。哈，才记得要走，对谁家哈谁谁霸王迄个。原来你那时早有预谋啊！你那个妈呀，那把刀都嘛敢演啊！那个生意呢，从小都太高尚，那个记录下来，那做阿爸冇欢喜啊。再个讲，卖地小的设施安这，他会变难讲的嘛。爸，人生世界是有记者啊？别，没啦。爸是讲，设施较等于写，他会较强嘛。难道唔是啦？小乐，记得跟你爸喊讲起咧检讨自己嘛。俺希望佢几时啊，就准备做要审理诶。有啊，俺因为冇认真检讨自己啊，有啊。是讲因检讨，咱咪拄到杰西卡，人也开始讲，也迄老小的做功德，故说俺老生意紧做紧太慢。唔系讲卖爱，也成做事业嘿。哎呦，莫样讲阿爸，伊使讲已经安样讲都讲唔好，因此都阿爸做唔错，你睇天天你讲好冇？爸。啊。不错啦。好。长话啊。长话短说。尽量啦。爸是谈到个杰西卡，咱也开始了，迄就结合个T36到37个拍马街，再过来首张38到39个拍马街，总共1项正确的40号的拍马街。他唔是要废话。唔咩，爸吼是讲。爸是讲啊吼，佮小乐伫个网络上已经暗讽的咩，上岸都灾难来客家庄啊，你看拄到用了机会来创造个商机创嘛，你看个阿兰基的小吃店，佮含个民宿啊，那唔免人讲面，再个讲安尼出租书店，了礼拜迄mê栋拢有家属啊，迄嘛，了阿爸唔免做功德迄种嘛，有理嘛？你只话讲要喺小乐的功德，要人做小乐的生意，有嘛关系？用我冇。头。用我冇关系啦，俺老小乐天赚钱，就老伊去家己赚钱，好起来，穷养咩？按样讲有理吗？冇理。呀，实在哦。哎呦，讲得出名人那糖油啊！阿门，今日小乐有俾你翕相冇？冇啊。冇哈，叫做错嘅啊！小乐冇俾你翕相，个钱又赚得到，哎呦，太敢没当挑，哎。抢唔挑啦！无问讲哎，就卖用爱相片的东西，真懂得闹呢。小乐。又难看。爸。啊？嗨，俺妈妈你做啊爸，你就得小了啦。小乐。我用爱做阿爸。用我咩啦？你了不起，经过买买小乐的裸照就好咩？你有看到海妹妹吗？小乐，姐。
也知道除了嗰種寫時嘅翕嘅嗰種裸照吼，其他也就看不到一張啊。哪有啊？还有我贵州时间变态给我照片，唔系相片啦，系我阿爸摕草稿的啦。系啊，那老宋我的迄酒店有嘛无空用呢？哎呦，还能有茶，莫想到按洋葱。等一下，我有办法了。我改办法啦。电视上那些宅男女神啊，就是一副很纯情、涉世未深啊，好像没有被污染的样子，所以啊，才会被那些宅男啊奉为是洁净无瑕的女神。哎呦，全部都会改啦！你还有生意吼，几多岁就搞男朋友诶，很顺嘞。错，天是烘给宅男女神，哪个有男朋友啊？冇哈，假使有结果，佢有男朋友，你知道佢行会暗访嘿？阿姨，你喺讲有男朋友就好了呀。嘿啊，唔过小乐忙着搞过男朋友啊。唔会前一个哦。还蛮多呀。小乐，唔管几久，我都会等。鬼神都系马手啦，我嘅尿又老又硬，东河神用过爱啊！你挨啦！因为老屁头上都安全咯，挨咗屁的啦！安咗你屁的，你刚才马街，唔知讲死你啦！哟，你今日做到安言道，会不你抢？ Peter 啊，來 ，N 係唔係朋友？係啊，係啊，唔做你兩個天數嘛？好啊。帶條嘅。好。來，看呀。好啊。我的我是老公啊，家下嘅事情敢講出去，我聽為殺人滅口啊！不用這啦。 來啦！啊，唔加冇挨嗬，挨做到用班，演到係關鍵字啊，嘛個用班，咋個唔挨邊來？哦，你今日做到演到喺哪邊啊？小樂佢用挨來呀，佢講有一件事為老挨講。哎呦，按拄好啊！誒。 小樂咩有一件事情要攞嚟講，咩有條條 V 呢？啊？N 係唔係朋友？係啊。看呀，有冇嗰部影片機咧？誒，阿蘭姐，我小樂他有男朋友啦！ 太多了，你可不可以休息一下？请问你的车子平常都摆在哪里？阿天，你要我讲几次啊？
车子不是在我店里面不见的，是一切到外面全都不见的啦。夜來來，兩腿過去，萬緣緣錯兩沙三沙五沙，來去天馬。看到是你冇的風景，以外冇少一道，對面嘅生伴兒，總會講你一笑打招呼。生伴兒，總會講你一笑打招呼。對面嘅生伴兒，總會講。